这里是哪里吗？你刚刚不是说带我们到中央公园吗？是公园啊。等一下，怡姐你这就外行了。这里当然是有池塘的中央公园啊，不是吗？我还有鸭鸭的中央公园。有池塘，而且这里还有一座高尔夫球。怎么可能？公园都有球场。There is a course in the park. 哇，老师好厉害是啊！董燕呢？董后告干过。赶快来试试。哦，碰到。哇，在这边啊，排队，不好意思，效果做太多。对啊。来，加油哦，来，有了，好啊！哦，你也打超远的。来了，老师谢谢。好远！老师飞太远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太远了。好，再一次，再给我次机会啊！好。哇！哎呦，好，很好，有啊，有啊，这样子还行吧？很好。帅。我们都打上果岭了。哇！我们现在呢要练习推杆。哇，要公园就有一条球场，真的很贴切哦，还有果岭呢。对，真的。加拿大鸦片总后哦，它到处都会有高尔夫球场，然后你看连公园地路都有球场。对，真的，而且这样的 course 都有好多的树包围。迷你的高尔夫球场啊，那边也有一个。哦，那买那就是球场啊。都是这样，都是这种的。有嘞！哇，怡姐你太厉害了。轻一点，不要很用力哦，这里这么近了。这不用使力，对。哇耶！哇，老师你很会教哎。你会打又会教，好棒哦！用那个数学的原理有没有？角度算一下，果然是数学老师。进去了，完成啦！好棒哦！对，你们今天2个比赛，我跟你们评分是100分。哇，老师是你教的好啦。没有。对呀，而且老师，我觉得这里真的很特别耶。There is a course in the park。我觉得在公园里面有 course。哎呀，真紧啊！公园度有一条球场，我们可以边散步边打球啊。对呀。走，我们前进下一栋。There is a course in the park。在公园里面打高尔夫球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哎。公园度有一条球场，哎呀，高尔夫球不太在行，你教教我吧。好。